台南市中西区永和国小音乐班的学生，今年参加112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，得到第1的好成绩。在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当中，嘛特别向来自新加坡、甲马来西亚的学生进行音乐交流。马来西亚来了5个学员，一共有100多个人啊，包括家长，他们都是专程来请假过来参加的，所以非常感谢他们，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年是虎城400年。台南市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城市，竞技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透过这种音乐的交流，那也可以促进彼此之间在城市上、在教育的一个分享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已经举办25届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，已经培育侪国内外优秀的音乐人才。这个比赛背后上重要的推手，就是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。伊将音乐比赛年龄层留到幼儿园就会当报名参加，同时邀请国内外60位专业评审，让这个比赛受肯定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